后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是正大消息，来看行政院为着要强化国安防线，提出着国安法修正草案，规定讲任何人未当公开鼓吹发动战争，违法者上悬罚款新台币100万。但是引发着国民党的质疑，讲这是咧压制着人民言论的自由。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来反呛。讲若是有网友讲要甲台湾消灭掉，这敢会当吞论咧？讲这件代志未当相庭标准。主张台独、颠覆中华民国，也抓去关。袂讲这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，因为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行政院版的国安法的草案，规定鼓吹战争言论，包括倡议境外敌对势力对中华民国发动战争，也是消灭主权等，违反的人上济会当罚100万，更加规范，若是现役军人犯法，加当记刑1/2。在野党质疑讲，安尼互人惊甲唔敢发表意见。什么样的情况会是您说的鼓吹战争？比如说，过去有好几个网红在这个网络上鼓吹解放军攻击台湾，或者是欢迎解放军攻击台湾这一类的言论，我们基本上就是鼓吹战争。这个绝对不是在限制人民自由，这是被变得讲的好像我们在钳制言论自由，我觉得这是完全不是事实，这就是错假讯息。构成要件敢有无确定性？内政部表示讲，判定的标准将会甲陆委会、法务部等相关的单位来研究，并且参考国际公约当中的相关的规范。如果说你的个人在网络上说，我希望谁谁谁能够过来打台湾，把台湾消灭掉，那你觉得可以容忍吗？这个不能够双重标准。是讲，干那听述发言，调野就伫对呛国民党发动假激动员，另要动国安法，更加诉求先开公听会再审理。为着要求较早延，伫3月底进前，咱会召开2场公听会。开公听会会使扩大社会大众参加，听民众的意见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